来看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审查关系到核电厂研议的核子反应器实施管制法的修法草案，有民间团体是伫立法院头前抗议。国民党始终回避我们大家提出对他们的质疑哦，也不肯谈论老旧核电研议会有什么样高风险、高成本。目前国民党现在在强推的核电研议修法，将会为这个立法院蓝白为了政治斗争而牺牲民政权益的另外一个证明跟案例哦。 最后呢，但是承担风险却是我们全民。要不要继续运转哈？要有3个条件：第一，核电呢保证安全，核废料可以处理；第3呢要有社会共识。要不要使用核电或继续使用核电，或者是采取新的核能的设施这方面呢是由经济部和台电依照我们的需求来决定。 民间团体强调讲，核电厂研议的成本甲风险相关咯，核废料的处理是济流行顺咯。针对今仔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的调委嘛批评民进党无提出版本，嘛无行政院的版本。